တွင်းနဲ့သိမ်းမဲ့အတွဲနဲ့ဖေတူအမေခွဲကိုစားမဲ့အတွဲ哥，我的画像。哥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我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。你疯了吗，小海？哥，我虽然不能跟你生孩子，但是我能陪着你啊，哥。我是你哥，现在是，以后是，将来永远都是。过几天我就把你送出国。哥，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？怎么了，表弟？心情不好？表哥，你有事？咱们上次不是说到画画吗？我最近想和你聊一聊，是不是有个画家叫做文森特·梵高？梵高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是后印象派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。尤其是《麦田里的乌鸦》，是我很喜欢的作品。他是红绿色盲，偏爱蓝黄对比色系。表哥，你要研究他的画吗？是我最近正好想研究一些抽象画法。他又怎么了？你这废物！顾怀州，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文海，顾龙这是要做什么？阿杰，醒醒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少爷，刚刚表少爷让我给小少爷下药，我不小心自己喝了。什么？又是下药？他们人呢？他们好像说去什么达瓦 KTV 进行交易。哎，丢！人我已经带到了。顾冷，你找死吗？带走。是。交易失败。你们怎么回来啊？小白脸长得真不错呀，你主人把你送给我了？不可能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老，没想到你还真舍得呀！这个大餐我会好好品尝的。什么？